后来乡亲啊，昨咱有报这条新闻，就是伫个宜兰的大溪，警方发现一台通缉犯的车要甲临检，赛车女驾驶是通缉犯的女朋友，今男朋友互掠去，是拒绝临检，甚至来冲撞着警察。警察怎开2枪，弹这个车链掠着女驾驶，通缉犯趁混乱逃走去了。讲这个通缉犯伫个逃亡的过程跳车绕跑，联络不知情的亲友来接送。一路上是换车换5改，最后伫个桃园一间4星级的饭店，互警方逮捕。讲这饭店真挖进渔港，无排除伊是要偷渡出境。加在警方早一步甲抓起来。记者何步生起门铃，但门拍开，是刑警随冲起的甲掠。50岁姓干的通缉犯双手封扣起来，拍伫涂骹，身躯顶都了扎柜台现金，也有分钟后海录音，甲安慰他兵。2天前，通缉犯先坐女朋友驶的进口车，看到警察先弄到跪拜的铁栏杆，结果冲破停车场的车闸，刷落来个北区要冲弄环境。落尾，通缉犯将女朋友放咧做伊跳车，搁找5位不知情的亲友甲接送。今日一早起，警察发现伊离开宜兰，先继续被往南到新竹，才个上北，带入去外机场甲渔港的饭店。怀疑伊是想要偷渡出境，随卖放野人。不断更换使用车辆，逃逸及躲避。于今日凌晨锁定犯嫌最新使用车辆，并发现犯嫌欲逃离本县。旋即展开缉捕行动，于今日30在桃园市大园区。将简嫌逮捕归案。你干什么东西的？你让我坐好，你坐好，你坐好嘛，再让你趴下。这对男女在蓝点条虽然顾性命，通缉犯会走到外县市换坐无共车，就是想要制造通缉的重点。不过也是走不过对方的对峙，而且阁因为毒品的量伤济，警方无排除会向梅毒的案件侦办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